墙上橘色猫咪纵身一跃，跑到隔壁叫白猫出来玩，还可以拿着大只的逗猫棒，瞬间就有好多白猫跑出来，连衣服上的猫也可以跳出来。合同蒋勋书房最新一档的展览，聚焦平安与喜悦，在视觉艺术上大玩 AI 科技。请跟 AI 下指令，你想请猫咪成群的陪伴你，也非常的好；成群的跟你奔跑，也非常的好。试试看，成为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影片。菩萨的膝盖上有猫趴在上面睡觉，有一尊菩萨肩膀和手臂上都站着一只鸟。蒋勋有感于这几年风雨大了点，灾难也多了一点，众生有一点不平安，因此决定以《金刚经》中最后的祝福皆大欢喜作为展览核心。众生并不只是人，你把人的地位放得太凸显，最后其实就是压迫了众生。希望回到一个印度的古老哲学，希望提供大家对天上飞的鸟、地上的猫狗都能够有一种祝福。在风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灾后复健是需要时间，但是人心的所谓的安定的这个力量，其实更为重要，它需要被陪伴。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也特别来观赏艺术家的创作，一系列疗愈人心的猫主题油画，以精工形式展现猫的灵动神情，让人看了都相当疗愈。水交社园区更呼应主题，推出猫咪文创小物，欢迎猫奴们来看艺术与佛学哲理的交织。记者邵怀谈的报道。